你以为就凭一个小小的簪子就能杀了我吗？太可惜了，皇上，我最喜欢看美好的东西被摧毁了。你放心，我先送他们下地狱，然后我就送皇上你去，你们很快就会团聚了。 皇上，皇上，怎么回事啊？ 皇上，李卫进不来了吧？是啊，莲儿也失踪了。皇上怎么知道？宫里头所有人都认识莲儿。莲儿唯一能躲的地方，除了玉树那儿，就只有这儿了。如果她在玉树那儿，你是不会离开她的。可是又不在这里。唯一能说明的是，她已经失踪了。如果她不见了的话， 那扎兰泰一定会有所防范，所以朕估计，李卫也进不来了。皇上，接下来该怎么做？你听过西域的无名火吗？没有。把放大镜照在树叶上，树叶很快就会被点燃。如果把放大镜照在磷粉上，点燃的速度会快100倍。所谓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。 假如把磷粉撒在扎兰泰的身上，那效果就跟火枪一样。皇上不方便出面，就让臣弟来吧。你要是直接把磷粉撒在他房里，很容易被他发现。如果说你把磷粉撒在自己身上，去他房间折腾一下，这就不一样了。不过此举会十分危险，朕唯一可以保证的是，他不会怀疑你此去的目的。 石七弟，此仗十分凶险，一切靠你自己。如果出什么事的话，朕也帮不了你。臣明白。倘若失败，臣只有一个要求。你说。不要告诉莲儿，就是我离开了，这样她的心里能好受一点。 你们怎么不告诉我？告诉你，怕你太平静了，他会怀疑你。皇上，没事。身上，你们听好了，扎兰泰意图造反，现在已经伏法了。朕知道你们是受他所迫，并没有实质的造反。朕特赦你们无罪，都下去吧。谢皇上。你虽然赢了，但你赢得并不光彩。早晚有一天，你也会和我一样的。皇上，兰泰虽然罪该万死，不管怎么说，他也是臣妾的弟弟。臣妾只求皇上能够网开一面，让兰泰死个痛快。
去吧。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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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传太医！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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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上。参见皇后娘娘。平身。谢娘娘。皇上怎么样了？皇上没事，只是太累了，需要好好休息一下。回去吧，你们都回去吧。啊！皇上真的没事。莲儿，你还是先回你的储秀宫吧。等皇上好点了，你再来看皇上。皇后娘娘，好了，那我们就先回去，改日再来向皇上请安。本宫也累了，要先回去了。恭送皇后娘娘。恭送皇后娘娘。玉树，你刚才为什么拦着我？我想进去见皇上。皇后娘娘的弟弟刚死，若不是皇上的圣旨，他是不会阻止你进去的。这是皇上的意思。可皇上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呢？也许真的是太累了，反正明天就能见到皇上，到时候再问吧。我送你好不好？不要送我，我不想你看着我走，我想你当我还在你身边，我也一样。我希望当我们想起彼此的时候，都是美好的回忆，这样我们的一生也算没有白活。
我走了。喝死你啊！怎么是你？还说呢，自从你走了之后，我就满大街的找，鞋都磨破了好几双。今天要不是来这里碰碰运气，还不知道上哪能找到你呢。走吧。我是一个没用的男人，我连我喜欢的女孩子都养不起，我配不上你。感情这种东西，只有喜不喜欢，哪有配得上配不上的？我不管你是好人坏人，不管你是能赚到钱还是不能赚钱，反正我是赖上你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要再这样下去，你会后悔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不会后悔的。你说你不会后悔，你10年8年以后就不这么想了？你额娘是过来人，她能看清这一切，为什么你看不清呢？王爷，未来的事情没有人知道，你为什么不愿意试一试呢？我可以试，我可以试，没有问题啊！你不可以。你那么年轻，那么美好。总之，我不想跟你说这些了。你不要再缠着我。我不管，除非你说你不喜欢我。我不喜欢你，可不可以啊？你喜欢的。我不喜欢你。你喜欢的，你的眼睛说你喜欢的。站住！站住！喂，这里可是皇宫啊，进来要杀头的，你想清楚。怎么回来了？有一个女孩子，她非要嫁给我，我实在没地方躲了。正想啊，那女孩子一定长得很丑，所以把你吓住了。不，她是天底下最好的女孩子。哦，听你这么说，你还挺喜欢她的。那你为什么不娶她？我现在什么爵位都没有了，所有的生活都要靠自己来完成。当琴棋书画变成了柴米油盐，所有的感情和幻想都没有了。我以前一直觉得我的画画得很好，舞练得很好，我可以凭我自己的才华来自食其力。但是到了外面，我才发现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生活本来就是件不容易的事情，更何况是给别人幸福呢？与其爱的，不如放了的。皇上，就让我在宫中待一阵子吧。等他不纠缠我了，想通了，我就出去。我以后再也不给皇上添麻烦了。这宫里就是你的家，你想待多久，就待多久。谢谢皇上。王爷，我真的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。你说我这张嘴真是该死，那天我真的不应该说皇上好的。这都是缘分。况且皇上是真的好。可是我喜欢王爷跟主子在一起，皇上跟主子在一起的时候，主子老是哭；王爷您跟主子在一起的时候，主子才会笑。以后皇上也会让他笑的。以前我一直以为皇上不爱他。发生了这件事以后，我才知道他在皇上心里的分量。
到底有多重。皇上甚至下旨让储秀宫保持着原来的样子。王爷，您这一走，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？没有了爵位，我现在只觉得一身轻松，不想再回来了，免得皇上怀疑，莲儿痛苦。那我们大家要是想你了呢？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无为在其路，儿女共沾巾。苏公公，你自己保重。告辞了。王爷，您就没有什么再交代奴才的了吗？我知道你会对他很好，不用交代了。奴才恭送王爷。站住！拿下！干什么？放开他！皇上有旨要将果亲王拿下，你们要有什么事，问皇上去。带走！完了！臣妾参见皇上。你来了，起来吧。皇上为什么要抓果亲王？他可是有功之臣。有功？功在哪儿？他为了保护皇上，只身涉险去对付札兰泰。你认为他是去救朕，还是去救你？皇上，你们之间的瓜葛，朕一直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哪怕是那个孩子，朕都是永远往自己肚子里咽。你们一次又一次的走在一起，朕不敢不怀疑。原来皇上一直都在怀疑我。当然，你不是去太庙守灵的吗？你不是掉进地坑了吗？你怎么会跟他在一起？皇上怎么会知道这些？你念。7月16日午时，熹妃娘娘驾临太庙，住进了西厢房。奴婢要娘娘洗衣、打扫，一刻都不停。看见了吧？朕待你是如此深情，时时刻刻都在注意你的行踪，而你呢？你是怎么对待朕的？偷情、三心二意、辩解。不，我没有，我从来都没有。好，朕再相信你一次。只要云里不在了，一切都不在了。皇上要把王爷怎么样？发配宁古塔，永不回京。这不公平！你要公平是吗？朕再给你一次公平的选择。你可以选择跟他走，也可以留下来，随你的便。
臣妾参见皇上。参见皇上。起来。皇上该吃药了吧？好。好。这药真的好苦啊！是皇上的心里苦。看样子你是越来越了解朕的心思了。珍儿跟了皇上这么多年，皇上心里想什么，珍儿全都明白。只不过皇上从来都不在乎珍儿心里在想什么。来，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朕把以后的时间都给你，但愿能够弥补一些。只要皇上好好的，珍儿怎样都无所谓。怎么无所谓呢？当然是有所谓了。所有东西都是有所谓才会那么的痛苦。真的无所谓了，一切痛苦也就不存在了。皇上，参见皇上。什么事啊？这名女子自称是熹妃娘娘的妹妹，忽然闯进宫中求见皇上，请皇上发落。你要见朕有什么事？我要见慎郡王。哦，老十九说的就是你呀！你知不知道，闯宫是死罪啊？死罪就死罪吧，那就请皇上帮我给他带句话吧。如果不能在一起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参见皇上。起来，坐。知道朕叫你来干什么吗？之前追你的姑娘叫蓉儿吧？是熹妃娘娘的妹妹，是不是？皇上怎么知道？她今儿早上闯宫，按律法被处死了。不会，皇上一定是在逗我。朕说真的，法不容情，朕也是没有办法。真的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我已经告诉过他，乱闯皇宫是要杀头的。他为什么不听我的？为什么不听我的？他临死的时候跟朕说，如果不能在一起，他宁愿去死。朕想问你，如果他还活着，你真的宁愿他去死，也不愿意娶她吗？我娶她，我一定娶她。那好吧，把他的尸体带走吧，愿他在天之灵能够得到安慰。来人！你把眼睛睁开，我娶你回家。那你说话可要算数哦。能够珍惜的就好好珍惜吧，不要等到没有机会了再来后悔。人生真的很短暂，能抓住的东西也不多，好好珍惜。
子将身嫁与，一生休，纵背无情气，不能休。蓉儿，我这辈子都不会辜负你的，绝对不会！我再也不会和你分开了，蓉儿。莲儿，你心里难过的话，就哭出来，哭出来就好了。我没有难过啊，你看我的样子，像难过的吗？哇，这里的桃花好美啊，好香啊！莲儿，从出门到现在，你一直蹦蹦跳跳的。你越这样，我心里就越发毛。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我也不知道你要什么。有什么需要我帮你的，你就告诉我。我没事。莲儿，莲儿，莲儿，莲儿！大夫，他怎么样了？他呀是急火攻心，一时承受不住，乱了经脉。那严重吗？哎呀，挺严重的。他呢，要是能打开心结，应该不日就能痊愈。要是心结打不开啊，恐怕有生命危险啊！什么？我先去给他开一副方子，先保住他的心脉，等他醒来，你再慢慢开解他。好，那就先告辞了啊，麻烦你了啊。莲儿，你快醒醒！你快醒醒吧！我有一颗珍珠，皇上帮我找珍珠。那时候皇上还是个小太监，我们一起去御膳房偷吃的。我和皇上一起去战场，我要跟皇上同生共死。皇上，莲儿，莲儿，你不要这样，你快醒醒啊！我要告诉你，皇上没有不要你，皇上没有不要你。参见皇上。哎，请起。你不问问朕为什么把你抓起来吗？皇上来这儿，不就是为了要告诉我这个答案吗？扎兰台给朕吃了不少的午时散，毒已深入骨髓，要想治好，没那么容易啊。皇上，人生在世，寿命的长短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给身边的人一个圆满的结局。朕不希望灵儿知道朕离开这个世界，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带她走。可是以灵儿的性格，你也知道，就这么让她走了，她一定不答应，所以朕才关了你。皇上想让她对皇上产生误会。是啊，如果他恨朕，即使有一天朕死了，他也没那么痛苦。再说有你在他身边，他应该会幸福。朕希望他幸福，你能答应朕吗？
明天朕就下旨，让你去宁国塔，他一定会跟你去的。朕没有别的要求，只要在有生之年，不要让他知道答案，行吗？朕走了，好好对待莲儿。恭送皇上。又是你，李大人，很冤枉啊！大人，这女子滚钉板告状，看来不能不受啊！李大人，冤枉，冤枉啊！李大人，冤枉啊！曾静一案已经审结，不管出于何种目的、何种原因，他刺杀皇上总是真的吧？所以，死罪在所难免。大人，免不了，也请皇上听听他的说法吧。他肚子里的苦，憋了半辈子，现在马上就要死了，难道也不能让他说出来吗？大人，我不求别的，只求你能够回禀皇上，让皇上查一查，他为什么要刺杀，为什么要以下犯上？不可能，你回去疗伤吧，以后不要再来了，不要让你姐姐担心。不，大人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了，这是他生前最后的希望了，我不能让他带着遗憾走，我不能啊！别再多说什么了，你伤得很重，回去吧。哎，李大人，李大人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了，就算拿我的命换他的命，我也无怨无悔。他们的感情都到了这个程度，居然可以为了彼此付出生命，那我和他呢？我们之间能这样吗？好吧，我替你转告皇上。谢谢李大人，谢谢李大人，谢谢李大人，谢谢。皇上，不如把人犯提出来，这里太脏，皇上身子骨不好，别给呛着了。朕来见他，就是听他说一说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如果把这种对话变成了审问，那就毫无意义了。狗皇帝，我杀了你！狗皇帝，我杀了你！松绑。皇上，朕待他以君子之礼，朕相信他也会是个君子。是，松绑。这。你们都下去，朕要单独跟这位壮士聊聊。皇上，有事皇上叫我。要杀就杀，何必废话？朕要杀你，你已经死了1000次了。朕今天是来问你，朕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为什么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要杀朕？哼，皇上自己做过什么事，自己不知道吗？朕自登基以来，一直勤政爱民，从未做过半点亏心事。江南文字之狱，究竟为何缘故
杀了那么多人，这还是仁德君主应该做的事吗？果然是这件事。那朕今天就好好的跟你讲一讲，朕为什么要这么做。为我大清之社稷，朕一直认为自己体恤民情，勤于政事，可那些人却肆意重伤。朕不在乎，朕在意的是国民的心态，百姓的思想。朕认为华夷是一体，又有5000年的历史，一直在征战中维持着来之不易的和平。明末腐败，民不聊生，我大清才应运而生，拯救黎民于水火。可是总有人煽惑反清复明，那不是再度把百姓陷于战乱之中？那些执拗的学者和阿奇纳、塞斯黑，其余党利用百姓在还未完全接受朕时，肆意谣传朕公得位不正。你说，刚稳定的江山，难道要被这些人搅乱吗？百姓们刚刚经历明末战乱之苦，我朝立国也才几10年，人们的是非观念来自于读书和口耳相传。朕之所以重视科考题目和江南文人的动向，也算是防民之口，慎于防川。朕知道你是吕留良的弟子，自然十分的敬仰。不过，你看过他的著作吗？如果你没看过，朕这儿倒是有一本，你可以好好的看看。就算皇上说的有道理，可杀人不顾头点地，皇上杀也杀了，关也关了，为什么你在宁古塔还有如此虐待我的家人？这件事朕的确错了。作为一国之君，管理这么大的国家，难免会有疏漏。朕也不想给自己开脱，所有犯罪之人都已经遭到报应。作为一国之君，朕给你行礼赔不是。看来是我错了，你真的是个好皇帝。还好我每次的刺杀都没有成功，我没有遗憾了。你杀了我。吕留良，倘若他不坚持所谓的个人主义，如果为国家的百姓着想，他的确是一个人才。朕问你，除了你是他的徒弟之外，还有存活的人吗？没有。来人！皇上，转身。凶手曾静已被朕亲自斩杀，从此再无此人。皇上万岁万岁，万万岁！